好，歡迎大家又翻嚟期權大叔每周大市分析啦。嗱，開始之前咧，我哋又賣下告白先。嗱，我有個 Patreon 嘅，咁如果你哋覺得我講嘅嘢又好，或者覺得想睇我每日嘅收市 post 早啲收到，又或者想睇到某啲資訊嘅咧，你可以去 Patreon 嗰度去支持下我。咁其次咧，我仲有一個免費嘅 Facebook 嘅 private group 嘅。咁如果你覺得我寫嘅嘢又想早啲睇啊，或者想收多啲我嘅資料啊，或者我發放嘅資訊咧，你可以去 Facebook 嗰邊去join 我個 private group 嘅。咁其次咧，有冇啲再貼近啲嘅市啊？有嘅，咁就係咧，就係我會有兩個嘅谷嘅。咁嗰兩個係咩嚟咧？嗱，一個咧就係每日數據分析，每日即時數據分析。咁咧中間有好多數據，同埋甚至乎有陣時會俾一啲即場嘅 insight 大家嘅。咁另外咧就係話每一晚咧我都會有另外一個谷嘅，就係話嗰個係個期權盤路倉位解讀啦。嗱，嗰個主要咧就係去分析一下每大戶做過啲咩策略個方向等等所有嘢嘅。咁啊，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下邊嘅YouTube 下邊嗰度咧會有 comment 可以登記，或者有條 link 喺度噶啦。嗱，有問題你可以喺留言或者 PM 我。好啦，咁而家我哋正式開始呢個禮拜嘅每周大市分析。好，歡迎大家翻嚟期權大叔每周大市分析啊！今日2026年4月4號啊，開之前邊一碼小告白。如果第一次睇呢條頻道嘅朋友，麻煩撳翻 subscribe，最好撳埋隔離鐘仔。如果覺得片做得好的話，麻煩俾翻個 like，share 俾你身邊朋友，或者用 super fans 去支持下我哋。最後，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喺下邊留言，我會盡快答翻你哋嘅。好，咁活節假期，咁我哋就講下啱啱發生啲咩事啦嚇。先講週線，我哋先講啲數據先啦嚇。嗱，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嚟講咧，個高位咧就比前一個星期咧就高咗39.46，就做到25,429.76嘅。咁啊低位咧就係24,409.57，係升咗206.03嘅。全星期波幅1020.19嘅，比前一星期低咗166.6嘅。咁啊，全星期升咗164.65嚇。咁啊，而家嚟講咧，喺周線圖嘅趨勢圖法則嚟講咧，都喺第二階段啦。上個禮拜都已經係啦嚇。咁啊嗱，阻力支持位好淡分界線喺熒光幕上面啦。咁啊，唔再多講啦。好，我哋講下個幅圖。嗱，幅圖嚟講咧，你見到條藍色條咧係終極線嚟嘅，由下邊上嚟，咁而家咧就開始有啲啲好啲啲咋，真係好啲啲咁多咧就耷咗頭，咁啊證明咧就轉弱咗少少。嗱，終極線轉弱係咪一個真係弱咧？咁啊未係嘅，不過一樣嘢咧就真係弱咗嘅。嗱，我哋已經連續3個禮拜嘅周線都收市價喺終極線下邊。咁即係某程度上咧，個上升動力咧就唔係好多嚿啊，同埋已經3個禮拜啦，某程度上都可以確認咧，去偏淡或者甚至轉咗淡。嗱，我哋睇睇條中線拉長啲睇下，嗰條終極線係幾時我哋企咗上嚟終極線咧？嗱，好簡單嘅啫，原來係2024年9月呢個禮拜啦，1、2、3企咗上去。之後就未跌過落嚟啦，即係如果你2024年咧喺呢度終極線終極線呢個位穿上去嗰下就買咗揸到而家嘅咧，啲指數或者股票咧基本上都賺錢嘅。咁你又再望一望啊，當時幾多點啊？17,000啫嘛，即係如果計指數嘅，就算去到今時今日啊，你都仲賺緊起碼7,000點咁嗱。我想講乜咧？當日穿咗上去就確認佢向上啦。今日跌穿咗喎，咁仲要跌穿3個禮拜喎，咁仲唔確認佢轉咗膽？嗱，不過咁我又唔排除佢會喺終極線度上上落落一段時間先，因為咧通常真正開車轉方向都好啦，佢都會喺嗰度玩一段嘅。嗱，好似呢度咧，佢都穿咗上終極線，玩完一路翻埋落嚟，再下一次上
先至真正向上嘅。換句話講，嗱，而家第一次穿咗終極線，佢可能喺呢度玩一段，嘭抽一下上去，然後先再落去都仲得嚇。咁如果抽一下上去可以拱翻上去，梗係最好啦。拱唔翻上去嘅，即係上一段落翻落嚟就落咧，咁就行噶啦。咁啊，即係向下墮噶啦。嗱，所以某程度上咧，而家呢個 moment 咧淡咗嘅。即係如果你叫我而家入去場買股票咧，就唔好意思啊，睇定啲先啊。可能佢都會彈嘅，不過可能嗰口唔係話想象中咁多，又或者可能某啲股票彈，佢係唔彈，咁啊你真係落去唔何嘅啊。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覺得係要保守少少。咁你話喂，我有股票咁點啊？睇下佢彈嗰下，你有冇機會走一走咯嚇？因為嗱，點解咁講？話晒都叫喺高位一段時間啦。呢個你就算拉翻長啲啊，上一次喺呢個時候嘅已經講緊係咩啊？講緊係要去翻2022年，我先能夠見到呢個位置啊。咁即係話某程度上已經嚟到3年幾4年㗎喎。即係我唔好計足4年啦。即係嗱，人哋嗰度啊應該係6、7月，2022年6、7月，3年零9個月嘅喎。咁啊，而家就翻上嚟呢個位，咁呢個位磨咗一段時間，某程度上都叫高位喎。咁所以你由一高位轉翻落去，一係唔跌啫，跌就可以跌好深嘅喎，可以完結嘅喎。啊，咁所以某程度上，你話係咪一個買股票時候，我就覺得，未必係，要等等啦咁樣嚇嗰種咯。咁嗱，周線咧就見到淡咗嘅。咁不過我又咁講，未必係直插㗎，唔好諗住咧，好似呢啲日子啊，舊年4月嗰啲咧一嘢插落去，哇肥仔啦咁樣嚇嗰種，唔係咯嚇，佢會可能反彈一下，再落個或者陰落嚇，落下又彈下，落下又彈下，唔一定係會直插嘅。仲有佢而家咧呢幾個禮拜咧都係黐住條終極線㗎，點都有條尾楞住喺終極線嗰度㗎。咁你如果發覺有2個禮拜唔黐住終極線咧，就小心佢向下啦嚇。不過我會覺得咧，佢應該會有機會彈一後，有機會啊。咁係咪100%咧？咁啊冇一定嘅，因為始終跌市係容易過升市㗎嚇。咁好啦，嗱，周線就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講日線。今日好精彩啊！嗱，俾賣個關子，今日好精彩。今日講講究竟4月第一個禮拜發生緊咩事？你想知道個市場係點樣運作嘅，記得睇到最後。好，轉頭翻嚟再講日線，轉頭見。好，翻嚟日線啦。講圖之前都係例牌講下數據先啦。嗱，呢個禮拜得4日市啊，星期五休市啦。星期五就係第一日嘅復活節假期。咁啊，全星期嘅成交就縮減咗13.062%啊。成交額只有平均成交2690.61億嘅，相比前一個星期就少咗404.24億嘅。咁啊，下一個江恩雙嘅轉角咧就4月9號，即係嚟緊嘅星期四啊。因為下星期嚟講咧，星期1、2都係放假㗎，星期3先復市啊。不留意啊，星期1、2咧美股有市嘅，星期1咧就內地都係休市嘅，清明節假期啊。咁所以我哋嚟講同美國就爭2日，內地就爭1日嚇。咁睇下點樣啦嚇。咁另外，日線圖嘅趨勢圖法則咧，而家第4階段啊，持續下跌。不過咧個技術指標就個動力有少少持平，而家又唔升又唔跌嗰種，應該咁講嘅，應該話唔升啦。咁但係跌嗰度就減弱咗，咁冇咁跌得咁深，有點而接近持平。嗱，呢個禮拜咧就星期3、星期4兩日咧就喺好淡分界線之上嘅。咁另外 MACD 暫時咧個向上都係向上動力嚟㗎。你見到啊，幅圖有喺下面個綠色嗰2粒，即係呢2粒啊。你見到啦啊，暫時 MACD 仲係向上㗎。不過你話能唔能夠繼續向上咧，就睇下下星期翻嚟先講啦嚇。下一個交易日嘅好淡分界線啦，25086.73嘅。好啦，講下幅圖啦。
數據就講晒，我哋講下圖。嗱，圖嚟講咧，都係有一句啦。嗱，如果以終極線嚟咗個分界咧，就跌咗一個月㗎啦。呢一日咧係2月最後一個尾二個交易日嚇，尾二個交易日已經跌穿咗啦。咁啊，跟住都上唔翻去，即係跌咗成個3月都係喺個終極線下邊。不過另外想提一提就係話呢一日係跌穿咗牛熊分界線嘅。咁落得牛熊分界線咧，就真係幾差下噶，個勢真係弱得幾緊要。咁雖然打得翻上嚟，即係等同我頭先喺周線都講啦，佢而家玩彈出又彈入，穿咗係穿咗噶，翻上嚟，跟住喺度磨一輪，有機會磨完一輪，或者再彈高少少，再落翻去。嗱，有機會彈高咧，去掂一掂條終極線嘅，即係好似呢一度咁樣。因為通常咧下跌嘅時候咧，就好多時都會走上走落咧，會有機會上翻條終極線掂嗰種啦。你話上到去就有啲難啦。咁而家呢個終極線呢個位係大阻力嚟嘅，超大阻力嘅。咁你話係咪可以收市價企一日上去咧？一日都未必得嚇，有困難。你話打穿去吉穿去咧，唔奇嚇。但係收市價有啲難度嘅要上去嘅，唔係唔得，有難度啫嚇。咁就算哪怕上得去咧，我都有啲擔心佢都會落翻嚟，因為咧除咗恒指之外咧，我哋另外兩個指數咧，其實仲比恒指差。因為點解咧？國指已經跌穿咗個牛熊分，即係穿咗終極線啦，穿埋牛熊分界線啦。一段日子起碼超過10日。科指就超過30日，即係差唔多有呢度咁多咧。你呢度跌穿個終極線，好似好嚴重喎。嗰邊跌穿咗個牛熊分界線添啊！再者，連個終極線咧，以科指嚟講，終極線咧都要跌穿埋個牛熊分界線。咁其實一個市啊，真係要向下走一轉嗰隻嚟，比較差嘅。咁但係你話中間會唔會彈啊？咁講真，我頭先都講過係會彈嘅嚇，記住一樣嘢會彈嘅，尤其是喺呢啲咩戰爭市咧，佢太多嘢每日嘅消息啦，你知啊，我哋嘅特朗普，人哋嘅特朗普啦，個戰況啦，譬如好似今日聽到咧，就美軍有架第一次有架戰機俾人擊落啦，呢啲消息冚唪唥都會突然之間刺激咗個市嘅，或者推落去又好，或者出嚟講兩句，我哋準備坐低傾和談啊咁樣，或者人哋投降啊、打勝仗啊，佢又可以抽一抽上去。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個市咧都幾口述化。咁你話喂，咁唔使你講啦。嗱，咁我又話多樣嘢你聽。其實大戶咧基本上喺呢個假期咧就買晒佢又唔係叫買兩邊，係兩邊都唔買，佢就鎖住喺兩邊鎖住，只不過係上落。換句話講，因為嗱5日假期對大戶嚟講咧，如果用期權咧，就係一個幾好嘅揾食日子啊！咩揾食日子咧？呢一個月咧30日一個 calendar day 30日，而家有5日係假期，即係5日我唔使理個市升定跌，其實我收硬錢㗎啦，即係1/6。換句話講，而家我做咗一啲收錢先嘅策略，我嚟緊禮拜3翻嚟，我嗰個策略可能我原本收100蚊嘅咁樣，咁我要正常嚟講梗係還翻100啦咁樣，或者輸多咗，輸嗰時咪還多嗰100咯咁樣。咁個禮拜3翻嚟，你最少唔見咗1/6。咁如果再打埋個折，橫計掂計，你減10嘅100點為 basic 啦，假設以100點為一個單位，為單位咧，你起碼會食咗10幾點。喂，冇嘢所做，只不過做定兩邊你升我又只要你唔出我個條界咧，我其實咧我兩邊我都點都會食嘅。咁一邊食10零個 percent，兩邊加埋咪成30%咯。冇30啊，都20到蚊啦。喂！而家做定期都冇咁高啊！講真嗰句，喂，你5日啫噃，5日可以收到嗰條數咁樣喎，所以基本上咧，
如果你問啲大戶咧，就冇乜方向。不過冇方向還冇方向，人家做定咗㗎啦嚇。咩方向？我琴晚先喺分享會度講晒㗎啦嚇。咁有機會就分享會裏邊先講啦嚇。不過咁個市就偏淡，咁會有機會彈。其實睇下有幾多人企一邊咧嚇。又或者咁講。睇下美軍幾時真係打勝仗啊嚇，咁咧就有機會一嘢就夾翻上去，小心啊！雖然個市淡，因為其實呢轉淡嘅市咧，有一半嘅原因喺度你會睇到咧係因為戰爭，有一半原因因為美股，咁美股弱係有另一個原因嘅嚇，因為啲私募基金啦，因為啲 AI 股啦，啲科網股啦，令到啲投資者咧，將之前夢幻嘅科網股、夢幻的 AI 股嘅投資就轉翻去一啲傳統工業啊，咁所以咧變咗嗰度咧就有好多資金抽走，再加上啲私募基金爆煲，咁啊更加多資金抽走，又再加上哇啲原油咁升，啲錢點解唔去炒油咧？係嘛？另外啲金又升，油又升，即係冇股票炒咪炒油炒金咯。咁所以其實資金有好多地方可以出路，所以唔一定留咗喺美股，所以或者股票市場。所以換句話講，佢啲錢走來走去啦已經。咁嗱，後市點咧？即係睇個戰爭嘅嚇。不過咁講，我又會話一句。我相信短期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咧，就未必可以咁快解決咗場仗打完。咁雖然而家不停有好消息嘅，例如話有幾隻有法國運油輪啦，有我唔記得邊個國家嘅運油入好日本嚇，定還是亞洲仲有一個國家有隻天然氣船嘅油輪啦。係離開咗波斯灣啦，已經好安全地出咗個港口啦，個海峽啦，咁冇事冇幹啦咁樣，咁係咪真係啲油可以好安全地去運出運入咧？咁樣有待睇嘅嚇。不過講真，戰爭嘅嘢咧就唔係短期影響嘅，絕對係長期影響嘅。有機會下個禮拜先再講呢樣嘢啦嚇。不過咧嗱，呢個禮拜我想再提就係市就淡嘅，不過淡唔代表一定實眯埋眼落去一注沽爆佢啦咁樣，唔係，中間會彈嘅，會夾嘅。你要預咗一樣嘢就係一係你就可以俾人夾得起，一係咧我同我啲會員我啲學生講啦，唔好過夜，唔好過市啊！日頭揾到幾多就揾幾多，唔好貪，一貪就揦嘢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貪心，有糊就食咗先，唔好諗住可以大叔講淡，一注沽落去夾你一口，夾你1000你就已經搞唔掂啦，嗱，日線圖就講完啦。嗱，一陣間講下特別日子，同埋記住今日有 bonus 上記住聽埋先走啊。好，轉頭翻嚟講特別日子，轉頭見。好，翻嚟特別日子。嗱，呢個禮拜港股就星期一、星期二冇事啊，所以見頭三行星期一、二咧係乜都冇嘅。恒指就星期三、星期五嘅，期指就星期三、四、五都係，國指就星期三、四。上證因為星期一清明節假期，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道指就 full day 啦，一個 full week 啦星期一、二、四嘅 S&P 500，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納指星期一、二、四、五嘅，冇乜，我覺得冇乜特別。嗱，不過留意咧，我記得我睇晒咧就係、留意10號恒指個共振日咧，個10號都有啲強嘅，其餘都話8號就唔係好強，即係8號我有考慮過擺唔擺落去，不過10號咧係幾肯定性嘅。好啦，趨勢和法則，我哋睇緊嘅7個指數咧，7個都係第4階段。
7個都差嘅嚇。咁美股好翻啲啲，好翻啲啲。我咁講啊，美股同埋恒指、國指、科指咧，即係6隻啦，都叫做而家係持平嘅。上證就差咗少少，因為尤其是啱啱過咗星期五咧，上證都係跌嘅，咁差咗少少，所以大家都係淡淡地嘅，因為而家呢次淡我都係嗰句啦，都係中東戰爭。大家有個比較驚嚟緊嘅日子會有通脹，因為個石油啊等等所有嘢，其實石油而家運唔到出嚟，同埋嗰度好多設施俾人炸咗咧，對全球經濟個影響係好深遠嘅。講緊係嚟緊三至五年咧，都係受到呢個戰爭影響嘅，因為你好多 facility 咧，好多基建咧，你炸咗唔係嘭，聽日有錢拍隻手指就起到，唔係話我冇錢啊，有錢都唔會拍手指就起就出現翻，都要時間去做。咁再者都唔知，即係輸家或者被炸嗰個有冇錢起翻，又點籌嗰嚿錢等等，所有嘢好多問題喺後邊咁，所以講緊3至5年咧，都係受到呢樣嘢嘅直接影響嘅。咁大家都而家驚緊呢個通脹啊，會唔會？都係嗰句啦，早啲打完仗，大家了嗰件事，早啲安心啦。不過到時先知究竟有幾多嘢係會蔓延幾年啦，咁嘅嗰種啦。嗱，特別係只係講完啦，不過都未完場住。今日咁記住睇埋最後嗰一節，我會講一講究竟3月尾嚟到4月頭，究竟做個市場發生緊咩事咧？有啲嘢可能你聽都未聽過，但係原來有啲嘢係有跡可尋嘅。好，咁轉頭翻嚟講下 bonus， 轉頭見。好啦，翻嚟最後嘅 bonus track 啦。嗱，呢一版你應該未見過嘅，大部分人都咁呢一版係咩嚟咧？呢一版咧就係每一個月咧期指大戶咧係會轉倉嘅。咁喺我哋嘅期指市場咧係有一班好活躍嘅大戶咧係落嚟玩嘅。咁每個月都會喺某一個時間咧就開始轉倉嘅。咁呢個係4月轉倉計出嚟嗰個分析嚟嘅。咁大約係你當喺每一個月嘅第3個禮拜結算前幾日啦，佢哋就會轉，咁邊日就唔好講啊，呢度太公開啦咁樣。咁4月份轉出嚟嘅結果係咩咧？4月份係淡倉嚟嘅，即係3月轉4月啦，4月目標係淡倉嚟嘅。咁轉倉位就25350，咁有偏差上下50點啦，好正常嘅。咁向下目標咧至24550，咁打孖展個位置咧就26430。咁好啦，嗱有晒呢紮數據，即係話佢4月份要有個目標就24550啦咁樣。咁我哋諗啦，我哋睇下，咦喂，咁幾時啊咁樣？其實佢呢個轉倉咧，其實喺20號已經轉咗噶啦。轉完倉之後咧，好快地，只不過去到結算嗰日，即係3月30號期指結算。期指結算下晝結算完，下晝再衝落去，就已經穿咗呢一個24550啦。低位如果冇記錯係做咗242嘟嘟嘅嚇。即係以4月計下，唔係以3月啦，已經3月完咗噶啦，3月冇噶啦，嗰日係242左右嘅嚇，咁即係話已經 overshoot 咗噶啦，咁即係呢個目標到咗噶啦。我呢個目標到咗之後，咁其實基本上咧，因為大戶話晒大戶啊嘛，佢唔係做10張8張，唔係做100張，唔係做1000張咁少，講緊係斷萬計噶嘛，斷萬張計噶嘛。咁如果話一到價就即刻反轉豬肚，即刻係平倉嘅，哇！斷萬張，你諗下對個市場嘅影響有幾大啊？所以基本上咧，大戶每個月佢都唔會平嘅，佢要去到每一個月嘅月尾轉倉嗰陣時，佢就會結算咗佢。咁但係你唔食糊喐下翻轉頭，咪得個咳？咁啊唔使驚。呢個世界咧，做衍生工具嘅人咧就好叻嘅，即係啊！我呢副
我呢鋪牌唔食，係啊，我應該要有得食，但係我唔食，咁唔食咁點啊？用第二啲工具去鎖住佢咯，令到我個利潤我已經肯定咗個利潤先咯，個利潤已經唔使驚噶啦，你翻轉頭嘅我啲利潤我都落袋噶啦已經，咁最好翻到咩啊？翻到你個起步點或以上啦，咁我哋望一望啊，轉倉位係幾多？25350，咁彈到去啱啱嘅星期四。星期四唔係星期四，星期二因為呢個星期三呢個禮拜尾二嗰一日，尾二嗰日個4月份個期指咧就係25401個高位，咁即係話已經高過個原本個轉倉位咯喎，咁你諗諗，嗱我落去嗰轉，跟住鎖咗利潤彈翻上嚟，哇落咗袋噶啦。而我炸期指就乜冇成本，而家我有一隻淡嘅期指，冇成本嘅淡期指喺度。換句話講，如果個期指再跌一注落去，又點咧？哇！再食。如果個期指唔跌，向上又點咧？唔緊要，佢鎖咗倉嘅，即係話佢只要升穿過去嗰個起步位，佢又再賺多啲。不過咁月頭咧，我又覺得佢未必會諗住升穿去噶啦，因為個工具上咧有啲唔係咁方便。如果月尾我就話俾你聽，升硬啊，穿硬添啊，見咗底啊上去啦咁樣。所以有陣時點解叫我聽見我話喂見咗底啊，見咗頂啊，咩原因？喂有啲嘢個工具係方便佢咁做嘅，佢一定會咁做啦咁佢月頭就未必會再衝好多 ，overshoot 少少就夠噶啦。咁而家上咗嚟高位啊，做個25401啦，咁會唔會再高咧？唔排除仲有啲咁多嘅不過過完嗰啲咁多，我覺得佢又會再翻一次落去24550或者更低都仲得。我覺得起碼會去24550呢個必然噶啦，我會覺得我可以話俾你必然噶啦，走唔甩噶啦，一定翻呢個位噶啦。不過問題就係究竟會唔會再 overshoot 所以咧，其實市場咧係有模式嘅，因為人家做一啲嘢，佢個模式係要咁做，要咁去用，咁所以個市場個走法係會有一個，你只要捉到個模式，你就知道個市場會點走，亦知道個時間性大約會點走，因為啲工具未 ready， 未夠期，未方便，未用得，咁佢咪唔用住咯。到咗時間許可嘅，佢咪會運用嗰個工具嘅特性去幫佢賺多啲錢咯。因為期指就冇時間值啦，咁但係期權係有時間值啦。市場上仲有啲其他產品都有時間值呢啲嘢，咁所以換句話講，佢可以用好多個衍生工具，好多唔同嘅工具幫佢製造利潤，幫佢可以食完一轉又一轉，再一轉再一轉咁樣。衰啲講句嗱，佢真係好衰啲講句，即係呢個菠蘿炒飯拎咗出去，個客食完個炒飯攞翻個菠蘿入嚟，跟住我又裝個第二碟炒飯落去拎出去賣，即係咧個炒飯咧個菠蘿咧就不停都係嗰個，即係咧個淡倉咧就不停都係嗰個。佢每一次落去我彈翻上嚟，我又賺一橛，每一次落去跟住賺完嗰橛，佢又往翻落去，我彈翻上嚟，我又賺一橛所以其實市場上係好得意嘅，你知道個運作模式咧，其實你話可唔可以估，可唔可以去預測，可唔可以去揾到個路？點解阿大叔可以做到？點解我可以計到人哋個倉係咁樣？喂，其實佢未行，我已經知道原來佢係咁樣。我仲同我啲學生講：喂，小心佢未到4月已經行咗啦。嗱，真係啊，結算嗰日已經行咗啦，行晒啦，已經用完啦。咁但係呢套嘢唔好當佢用完即棄。佢冇氣，佢會去到月尾先氣。咁呢套嘢如果去到月尾先氣嘅，咁即係仲有得用啦。點解唔再用啫？係嘛？咁所以你會明白個市場係可以估到嘅。嗱，呢幅圖頭先嗰幅期指倉嗰個圖咧，其實我每個月都會出嘅。咁我會出俾個分享會嘅朋友啦。咁你早 join 分享會嘅，每月15號我就打開門口俾人報名參加分享會啦。一報咗名，
咁我就已經佢哋擺入去分享會個 group 度啊。咁喺分享會個 group 度啊，只要呢個轉倉佢一完成，佢完成嗰一晚我就即刻分析噶啦。分析完之後我就會即刻發放俾4月分享會或者當個月分享會嘅朋友啦。咁當佢哋收到之後，喂，其實做到嘢噶啦，已經可以知道，咦喂，向上向下，要點行點走咁樣，其實已經做得嘢噶啦，唔使等到入月嘅。所以咧，分享會個裏邊嘅內容或者咁講嗰晚嘅即係個會咧，就可能已經行咗噶啦，已經完咗噶啦嚇。有陣時可能未完嘅，咁但係嗱呢個月正式第一 round 人哋食咗啦。不過呢套嘢食完第一 round 應該有第二 round 嘅。咁大家嗱呢次我就賣大包，趁假期咁啊，因為通常假期都少人睇啲嘅。咁啊嗱醒啲嘢俾大家。咁如果大家中意嘅，俾個 like 或者喺下邊留言打個 bonus。下次我會做多啲 bonus track 嚇，咁俾大家了解多啲究竟市場係點樣運作嘅咧。好，咁啊，呢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咁會員後續都會講下假期前個期權倉會做啲乜嘢啦。而家就大約假期後會點走法啦嚇。咁好啦，咁啊呢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如果有啲咩問題嘅喺下邊留言，我會盡快回答你哋嘅。咁好好享受呢個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啦。咁港股休市，咁就唔好咁擔心啦。咁眯埋眼到星期三開始再算啦嚇。好，下星期再翻嚟同大家每週大市分析。下星期見，拜拜。